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复习的时间咯。变老是每3年都会读到的过程哦。大家对自家老年的生活有怎樣的想法呢？現在台灣已經是一個高齡化的社會，政府面對這個社會問題呢，已經推動了很多的工作哦。也有很多財體的社團啊，也係組織天數在推動這個工作。今年係怎辦辦到的呢？例如有怎辦感動人，也係艱苦的部分。可能今天特別邀請到財體的來賓同大家分享哦，接下來分享幾點吧。首先先來分享我們墳頭的滋味。主持人大家好，我是紅土老齡福利基金會屏東服務處處長陳滋味。哇，滋味分享哦，接下來是我們青怡。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劉靜怡，個案管理員。哇，兩位看來真後生哦！等一下咧，麻煩兩位同我們分享一下墳頭到底係做乜嘅，還有怎辦的故事好冇？好啊。首先啊，想要請教一下滋味，我們墳頭啊，其實以前就有談過嘅，佢最有名嘅辦過嘅活動就係個不老騎士嘛，不老騎士的活動。到底墳頭係做乜嘅？可以請滋味同大家簡單紹介一下冇？是，那紅道會成立了，其實台灣在1993年就進入高齡化社會。那高齡化社會呢，指的是呢，就是高齡人口佔總人口的7%，也就是100個人當中有7個是老人。那有鑑於此呢，紅道在1995年成立，那成立到今年呢，已經25年了。對，那我們呢，就是服務呢有一個願景，我們是希望是每個長輩呢都享有安心尊嚴的生活，以及呢享有精彩的老後生活。對，然後另外來講的話，就是我們以這個方式呢投入在地服務。那目前呢，除了我們的總會在台中之外，我們在台北、新北、彰化、台中、高雄、屏東都有服務處。哦，談開來青島地方都有墳頭的服務的範圍呢，吼。你講開來，其實最希望的去講，我們老中批可以睇財體，吼，老的健康，老的快樂，安尼做嘛，吼。你的話，其實滋味，你怎麼會想到加入一個墳頭來做一個工作啊？是，那我自己會從事老人服務，其實我從小就跟我的外婆就是感情非常好。哦。對，然後因為我家跟離我外婆家非常近，所以其實呢，放學後啊，或者小時候我常常到我的外婆家，所以我從小就覺得老人是非常親切的。我覺得長輩是非常和藹可親的。那也剛好是在高中畢業之後在填志願，那時候就是讀到就是社福的相關科系，然後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然後投入老人服務。那很特別呢是那時候呢，就是我們班上呢，就是以往來講，大家在做服務可能時候希望是兒少為主啊，或者是婦女為主啊，或是身心障礙為主。那比較特別是那時候投入老人服務的，我們班上只有我一個人投入服務。這邊安尼談講了，請有先見之明，都第一講也個係以後的重點呢吼。安尼請伊，這邊係同路卡的總批啊，請有研究所叫佢來做一個工作。本身也係因為安尼，將來加入一個墳頭的嗎？其實同滋味有同樣的原因，係咪阿公阿婆帶大嘅？我做護理師是因為講我以前的工作啊，其實係一樣的作為20多年的護理師，也有伊的機會了解到。紅道咧照顧服務員，咧照顧個案的時節，我讀到伊個照顧的問題，伊其實唔點樣去處理。我希望講聽伊樣的經驗，可以帶過來社區，我等下要裝備，有乜個照顧問題的時節，可以來合作。做紅道以後，都感覺講，個案的問題啊，其實伊是更偏咧，更多變咧。也時間嗱可以講對路卡人的狀況，還是阿伯的身體健康，可以多了解的話，其實我哋可以俾伊哋更好的照顧，後半面讓轉個案管理員。嗰時一開始青怡開始係做睇護理師的部分，你作為19的時間，咁上來轉到墳頭來服務啊？睇一樣咧，差唔多21年的時間。哇，你也相當有經驗嘅吼。哇，你兩位人加入墳頭的時間應該也算長久嘅吼。我真剛服務第3年嘞。第3年嘞。你這邊呢？今年剛好滿10年。10年哦。是。哇，嗰種睇一畢業之後都接受一個工作都更加嗎？對，我一退伍就加入紅道到現在。哇，唔過看來還係當後生。嗰時安尼我係請教滋味一下就是講墳頭其實作為係老年照顧的部分嘛，那
其实除了老年照顾之外，其他还有其他服务内容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服务内容呢？是，那就是弘道除了服务老人之外，不晓得主持人有没有听过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那个我有谈过，就係講而家我哋政府有推動每個鄉鎮啊，也係講採貼嘅社區，最後有一個關懷照顧嘅據點，如果老人家可以大家本書到專業嘅照顧，也係講日間嘅托護嘅活動，安尼嘅錯冇？是，对，那就是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里面呢，它有4个服务。第一个呢就是关怀访视。那关怀访视的话，就是我们的志工呢可以到长辈家中去做关怀。然后第二部分是可以做电话问安，那一样是由我们的志工呢，就是电话呢就是关心长辈的身体状况。那另外来讲的话，社区照顾关怀据呢，它就是有个场地嘛，所以期待呢长辈呢可以走出家门，更多的社会参与，所以就是会有健康促进，所以会有动态跟静态的课程。那最后来讲的话，就是会有餐食服务。例如来讲，如果长辈可以走出家门的，可以到社区的，那就可以一起共餐。那共餐的话，可能一个人吃饭很无聊，但是你可以一群人呢，大家一起吃饭。那另外来讲的话，如果呢不方便出来到社区的长辈呢，就是可以做送餐。那所以呢，在台湾呢，目前呢，期待是每个村里都有一个乡镇，都有一个据点。所以弘道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有在做就是据点的辅导。那另外来讲的话，就是跟据点的合作呢，我们希望是在地人可以照顾在地人，所以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方案叫做老人社区照顾互助联盟，那我们就是简称老助盟。那老助盟部分呢，我们希望呢，就是社区们呢，就是他们就很有心呢，想要做在地服务。那另外来讲，可以社区的彼此互助。所以呢，在我们老助盟呢，就是有3个精神。第一个呢，就是志工们的互助。然后第2个部分呢，是服务呢可以互惠。然后第3个呢，资源可以是互享。那我们把这样的精神呢带到社区，那也跟县市政府，然后跟乡镇市公所，然后去做一些串联，做一些推动。哇！安尼談好咧，其實墳頭做嘅工作啊，範圍清太內容也過多。安尼話墳頭一般呢一個據點嘅部分啊，公眾人員他有一道啊，建議。公眾人員嘅部分，每一個據點嘅話，真假如係我哋墳頭會有一個固定嘅社工，去帶領一定嘅社區嘅裝備來活動。我哋主要係一個輔導嘅性質，我哋希望一定講一定可以設計。去經營一定嘅社區，因為每一個社區嘅狀況無共樣嘛，因為好老年嘅社區同學家年嘅社區，其實佢無共樣哦。無共樣喺哪啊？係無共樣，譬如講嗱以竹田上為例啦，嗬，竹田嘅話，大部分攏係客家人嘅裝備嗰度，係伊哋嘅元素，伊哋社區嘅元素，其實我加入幾多伊哋客家文化，伊啲東西。譬如講，伊定會做一啲，譬如唐山過台灣，伊定會演戲，用戲劇嘅方式來呈現。做戲劇，其他嘅部分哦，好多種有用版嘅表現嘅方式嗎？好多種以前嘅社區嘅運動嘅話吼，大部分分做3個部分，伊哋如同志偉同埋講嘅，有動態同靜態嘅部分。動態嘅話，也可以利用一些環保樂器、一些打擊樂器來做一啲社區的營造、一啲處理安尼。本長輩可以都透過音樂的過程當中，一定可以學習到一些肢體的一些的活動，或者是對音樂的一些的感動，這樣子。對。安尼頭多請伊安尼分享啦，吼，有問到講，伊咧社工照顧伊咧據點嘛，地尾其他人咯，其他人係採貼社區嘅人嘛？攏大部分攏係社區嘅志工來做處理，這邊安尼想要請教一下哦，頭多請伊有講，伊咧社區據點係咧社工嘛，其他部分係志工嘅協助，安尼志工嘅方面呢，應用版去簽一條志工啊。那在弘道呢，就是我们全国呢有34个志工站。那我们最北呢是宜兰，最南呢是我们屏东的林边。那我们志工站呢主要做的服务是关怀访视。那刚刚有介绍嘛，那关怀访视主要呢就是由我们的志工到长辈家中呢去关怀独居弱势的长辈。那所以弘道呢很多的服务都是从关怀访视当中去发掘的，然后也从关怀访视当中呢发现到长辈的需求。那所以从关怀访视当中呢很重要
一点就是除了就是志工跟长辈的互动之外呢，我们更希望呢长辈可以走出家门。那走出家门就像刚刚提的，我们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里面有不同的方案，就像是刚刚经理有介绍到的，我们希望是长辈呢可以运动，所以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做的就是体适能运动班，大家一起做运动。那第二部分是可能有些长辈呢没有这个机会，然后接触到乐器，所以呢我们可以让大家就是集体创作，然后就是我们有不老乐团，甚至是让长辈呢去尝试过没有尝试过的乐器，包含到乌克丽丽啊，去吹直笛啊，或者是打击乐等等之类的。那我们也发现到，其实很多的长辈呢，他可能是不认识字的，所以我们叫做100岁小学堂，所以我们就教长辈呢去认识字。那在认识字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很有趣。那其实呢，长辈呢都觉得这支笔比锄头还重，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有阿嬷们就因此而翘课。他觉得我不想要来上课，因为我觉得那个写字课好难哦。原来都阿公阿婆以前冇读过书，更加重新来学习，拿到个毕业千斤万斤暗从，今日咱唔会上来上课，能用乜嘅方法来上今日过来上课啊？对，那其实呢，长辈会害怕拿这支笔，或是觉得它比锄头重的重点呢，他是没有自信，或者是害怕就是写字这件事情。所以过程当中呢，就是同才，就是同学呢，互相的鼓励，或是志工的鼓励都是非常重要。而且呢，其实长辈呢都很期待是志工去跟他塞奶。对，所以就跟他说你可以的啦，你给下过啦，多写一点，所以鼓励给他。对，没错。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其实长辈们，其实他也只是害怕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件事，他可以从最基本的自己的名字可以开始写，到其他的字去做认识，这样。那除了这之外呢，弘道的志工招募呢，我们主要有分几种。第一个呢是我们有行政志工，然后还有活动志工，还有常态的志工。那志工的招募管道呢，可以上我们弘道的官网，以及呢就是我们各地的服务处呢都会有相关的讯息。那如果民众有兴趣呢，想要一起投入就是在地服务、老人服务呢，都可以洽这些管道，然后欢迎大家一起加入。观众朋友，谈到鸦片啊，很多今年做的事情也真多，内容也真丰富呢。不过还有更多精彩神奇的故事啊！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过来继续分享哦。哇前面谈的滋味，同青怡今日分享今日工作的内容，小小的工作人员照顾很多的老人家照顾得很好。不过底部还有两班感动人也是精彩故事呢，继续请今日来分享咯。滋味，之前我哋讲能有拍过个不老骑士的法度嘛，更加还有继续在拍吗？是，那其实呢，弘道除了独居弱势长辈的服务之外呢，其实很重要一点，我们透过活动呢，希望呢长辈可以走出家门，更多的社会参与。所以呢，大家对弘道最认识的是在不老骑士，我们在做长辈的圆梦，在做长辈的自我实现。那其实当初呢，会有做这样的不老骑士是当时的团长他有一个梦想，觉得大家都住在台湾，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做环岛，所以呢，当时呢团长呢就把这样的圆梦的就是心愿跟我们的执行长说，他想要做环岛，但是呢，高本，如果你想想看，你的阿公阿嬷跟你说，他现在想要骑摩托车环岛，那你会让他去吗？叫他去，挨做他去，没有啦，开玩笑。可是也会担心啊，讲最后可能可以停顿的跟着去嘛，对，没错。那当初呢，就是因为长辈有这样的梦想，或者是其实从小呢，我们每个人生日的时候都会许愿嘛，都会希望是愿望成真，或者是心想事成，或者是新年都有新希望。那其实老人呢也有这样的梦想，所以那时候呢，就是团长呢还有这样的梦想，然后跟我们执行长提了之后呢，我们会内呢去做这样的筹备，那也是要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对，那其实呢，那当初他的就是圆梦的活动呢，就是我们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然后去做规划，去做执行。那其实呢，活动一开始是没有人敢报名的，因为你想想看，如果阿公阿嬷想要骑摩托车，然后想要去环岛，我想可能是社会大众或者是家人呢，都会是害怕的，都是拒绝的。所以过程当中，我们有让就是长辈呢做了健康训练，然后也做了去健康检查，以及呢是场勘当中呢，就是我们会想好每个休息点。另外来讲的话，就是环台的部分呢，长辈也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呢他
它是有意义的环岛，有意义的环台，所以呢，在过程当中呢，会很多的可能像是到幼稚园啊、幼儿园有一个代间互动，那我们的长辈呢跟小朋友可以彼此的互动。另外来讲，可能长辈呢可能没有到游乐场去尝试过，所以呢，那时候我们有带长辈到汤姆熊，然后让长辈去玩玩看说，哦，原来就是我们正在骑摩托车环岛，但是呢，长辈可以玩投币式的摩托车，然后去做竞赛这样，所以也让长辈呢做不同的体验。那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安全，是因为我们的骑士的过程当中呢，前面有警车的开导，然后还有我们的骑士，然后后面还有我们的陪骑志工，然后还有我们游览车跟救护车，所以过程当中呢是非常安全的。那也因为骑士之后呢，红道呢就是开启所有的长辈呢就是圆梦自我实现的活动，包含到就是在这几年呢，从2012年开始呢，就是我们做仙脚百老汇。不晓得呢，就是高粉你有没有去过台北小巨蛋？冇呢，我去过高雄的，唔讲冇去过台北的。是，那台北小巨蛋呢，目前是台湾呢就是最大的表演舞台。那以往呢，大家听到台北小巨蛋，有可能是光鲜亮丽的大明星才可以站上这个舞台。那刚刚有跟大家介绍嘛，就是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当中呢，我们有做到健康促进，有动态的课程，所以呢，我们希望呢，长辈做的这些动态的课程呢，有一个表演的舞台，然后呢，有个演出，所以呢，我们把这些仙脚们集结在一起，那我们就叫做仙脚百老汇，然后在台北小巨蛋呢去做演出。那其实这个演出呢，它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第一个呢，是我们所有的社区的长辈呢，是在演出的前一天，然后集结在一起，彩排完隔天就上台了，就是按段的时间哦。没错，所以它是一个很不可能的任务，就是彩排完隔天即上台。那第二个部分呢，也是台北小巨蛋的表演的年龄层是最高的，因为都是阿公阿嬷，素人的阿公阿嬷。那第三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感动度最高的，因为呢，长辈的表演也希望是在亲友、社区们都可以一起做参加。那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呢？其实长辈呢，如果有这样的目标，有这样的梦想，我要上小巨蛋，那可能他在社区当中，在家中呢，就会我要到社区去练习，那我就会走出家门。另外来讲，如果我要表演的话，就会跟其他人去做一些练习，做一些互动。另外来讲的话，我们的社区呢也一起动起来，那也看到社区的量能、社区的动能，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有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想要推动，就是以及倡议的是在预防照顾的部分。所以呢，刚刚提到的话，就是我们有做不老骑士，然后还有仙脚百老汇，以及呢，就是我们有做了相关的长辈的圆梦。例如来讲，我们在服务男性长辈的时候，阿公呢，或是男性呢，很常讲当兵的事情，更公公贵体，所以呢，在后续呢，我们让就是男性长辈，然后做的就是当兵的圆梦，所以我们叫做不老战士。所以陆续我们做了陆军、海军、空军的圆梦。那其实过程当中，阿嬷就说，为什么只有男生可以当兵？那阿嬷为什么不能当兵？所以呢，阿嬷也说，我也想要当兵试试看。所以我们也让阿嬷们呢也来当了就是1天的当兵，然后完之后退伍令，他就体验花木兰的感觉，所以我们有做这样的圆梦，以及呢，就是服务的长辈当中呢，很多呢可能年轻的时候，因为经济的关系，可能就是在结婚的时候无法去拍婚纱，所以我们也做了不老婚纱，然后帮长辈去圆这样的婚纱的梦想，以及呢，很多的长辈呢可能没有机会去读书，那我们就是有就是学士，让长辈去体验就是大学的生活，然后穿上学士服，以及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就是个人式的圆梦，那这些的圆梦的发掘或是这些的发想，其实都从我们的平常的服务当中，可能志工的关怀访视，就会跟阿公阿婆去做聊天啊，聊聊看说，你有什么心愿，你有什么愿望，然后呢，就是这些的活动都是这样的发想出来的。今年阿公阿婆规生年可能因为家庭啊，也係工作的關係，今年的夢想也可能無法度按做來實現。更加老的將來可以實現今年的夢想，過好呢，當然也過感動。不過，請你一條老人家睇做一條發通嘅時節，其實新成績嘛，錯冇？你要同佢錄下來冇？當然有啊，係啊，你去錄下來，剛剛今日可以來做一個老人家 YouTuber 有冇？像更加呢，因為做乜嘅做一個企業，也順勢係鼓勵其他的老人家可以行出來，錯冇？其實社區照顧嘅部分啊，伊當陣係鼓勵老人家可以講行出屋企嘅門，唔只要行出來，其實看到嗰個世界，其實看冇。
同以前端正拢无共用的啦，係同其他老人家有一啲接觸，其實對我哋老人家老總比嘅伊嘅性管條地位，嘛係會有感動嘅地方安尼。安尼請你自家看到按到阿公阿婆有本唔幾層嘅印象嘅阿公阿婆嗎？我哋同埋這邊有講到，我哋其實一直攏有咧做嘅百歲小學堂，學堂嘅部分，學堂嘅部分。我印象地方，我哋去年嚟開始吼，同樣就因設置以前攏係沙區嘛，沙區入邊。真加入同去年開始，我哋都帶來居家服務。都錄卡誒。都錄卡來做服務嘅哦。千奇妙嘅吼，我印象嘅嗰陣，我哋咧照顧服務人啊，伊喊到水蘭。水蘭。伊嘅照顧嘅伊啲70歲阿婆，嘛喊到水蘭。不過水蘭阿婆啊，4年嘅時間個辛苦，冇設施，去揀名嘅嘛，唔會寫。我哋咧雖然啊，佢有也服務嘅吼，有帶也服務道路卡去搞營運設施，佢哋寫是都係也名嘅雖然。所以吼我哋講，雖然搞雖然，兩個人寫出來是嘛親講哦。因為搞嘅人會搞，好嘅人也有心咧，好嗰種用啥，好嘅寫出來嘅東西又白白差唔多，安尼親講。雖然搞雖然。觀眾朋友，第一擺聽到安尼呢，真神奇哦！老人家聽到神奇嘅故事，除了安尼，還有其他的嗎？有啊，像我哋同埋講過，我哋有啲老人嘅輔助聯盟，有啲輔助聯盟同埋初中有講到嘛，其實伊是希望社區同社區之間可以共用來合適，共用來幫助。最重要嘅目的吼，其實係照顧我哋老卡人啊，係我哋去甲社區嘅一個老人家，係所以我哋去去年嘅時節睇個屏東嘅竹田嘅國小，係有啲辦嘅竹田嘅老祖母，係嗰時嘅主題吼係端午造型走秀，係睇五一節嘅時節，係五一節嘅時節，哋都透過五一節嘅一個節慶嘅發想，係嗰時節也發通，總共有4個社區150個裝備。伊哋去甲沙基，伊哋咧衫褲。這個沙基誒衫褲啦，然後準備嘅陶器，後來行嘅舞台。對，伊哋走秀誒啲活動。走秀唔免那個名模，咱可以走秀。其實老人家走秀嘛，真奇妙哦。當然啦，我哋阿公阿婆伊身體冇做過嘛，當更加來做，一定要好好表現一下嘛。所以吼，伊哋按辛苦來準備，我哋路邊伊哋咧表演嘅舞台。我印象對成。有一個阿婆，伊個社區嘅阿公阿婆，五一節我想到乜嘅屈原沱江嘛，江裡面有乜嘅，有魚，有魚，有蝦呢，有蝦公，所以嚟講魚要做乜嘅做事，我嚟做美人魚好誒，美人魚咪睇潮水嘛，睇露天洶湧嘅行咯。所以阿公阿婆都去甲設計個美人魚嘅服裝造型，行喺舞台上面，嘛千太放，係我哋嘛俾人改道嘅鼓勵。其實吼，伊哋安尼透過安尼嘅發通，主要係俾伊哋個請歸落伊哋嘅信息。因為實際阿公阿婆啊，因為老化嘅關係，以為有骨片冇鬆快，其實伊等會坐輪椅，嘛唔願意講出去老輩同人家傾下聊，有一種嘅發通俾伊哋，我鼓勵伊哋行出去，你這樣有行出去，我哋都有發通嘅機會。慢慢的有一個目標，伊都會對下目標去做。真是幾好呢。不過有位老人家可能講，佢冇好識過，嗰時候會來上課嘛，有位可以身體很健康啊，出來行啊。因為有位可能講冇興趣嘅，你係咪很適合用一個方式嚟講桌遊嘅方式，來幫老人家來刺激佢哋好識，係咪啊？你根本你也帶到現場嘛。係啊，同大家介紹一下冇啊？真是冇看過一種幫老人家教嘅一種桌遊呢。是我們在服務長輩當中呢，我們希望可以用就是多元的方式或是創意的方式，然後去服務長輩。那其實現在呢非常夯的叫做桌遊，那我們也希望呢這個桌遊的活動呢，也可以帶到長輩家中，那也可以把這樣的桌遊呢帶到社區當中。所以呢，我們就是有個方案叫做銀髮愛玩課，就是讓長輩玩桌遊。那高本你會煮飯嗎？
有很会哦，很会煮饭。OK， 那其实呢，在服务长辈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女性长辈，甚至是男性长辈也都会煮饭，所以呢，我们有一个作为叫做这会来板的。哦，乡下来伴奏，糖红嘞，真神奇呢。对，那这会来板的呢，就是我们希望呢，就是这个游戏呢是跟长辈呢是有连结性的，然后呢，另外讲是有共鸣的。那刚刚提到的话，每个人都会煮饭嘛，所以呢，这个桌游当中呢，还有不同的部分，还有它的食材、厨具，还有厨师。所以其实呢，我们透过这样的工具呢，让就是社区的长辈，然后跟居家长辈可以透过就是煮菜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是有不同的话题，以及呢有不同的煮法，那大家呢就会有不同的交流方式，然后去做沟通这样。哇，真有创意呢！糖豆你还介绍，马上就想来教一下呢。观众朋友，糖豆滋味的手机係咪想共下來教一下一個遊戲呢？唔怕，我哋休息一下，下一段更多精彩故事繼續同大家分享哦。滋味今日帶來一個真好教嘅遊戲，到底一個桌遊怎樣嚟教呢？繼續嚟請滋味同大家了解一下咯。滋味，頭先你介紹一個大家鄉下嚟伴奏，一個遊戲真好教嘅感覺呢。除了安尼，可以同大家嚟介紹一下，人哋到底怎樣辦嚟教，好嗎？是，那这会来板的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有厨師嘛，所以在桌遊進行開始，第一個會有主廚上菜。好，一類人。对，然后主廚上菜之後呢，就是因為主廚出來之後就需要有廚具嘛，所以它有廚具卡。对，就是你要先有工具才能夠煮飯，像個木頭啦，然後木鏟啊，還有這種工具嘛。對，沒錯。然後第二部分呢，就是要有食材。那食材又分為就是主食，你的主食想要煮飯啊，還是要煮魚啊，還是要煮蝦，以及呢，就是我們需要調味料嘛，就是會有辛香料。所以呢，等於是這個遊戲當中的主廚呢，他會先在團體當中呢先站出來，會戴上廚師帽。那另外來講的話，就是他桌遊卡拿出來之後呢，有可能有主食呢有需要魚，那就是拿到魚的人出來。另外來講，我煮這道菜有個人需要鍋子，需要鏟子，甚至是辛香料當中我需要鹽巴，需要醬油，需要蔥的叫到的人就會一起出來。所以呢，他是用這樣的方式呢去帶動大家，然後去一起完成這道菜。這裡等一下哦，那這樣子聽起來玩這個遊戲高壓個遊戲人數大概要幾個？其實呢，在桌遊部分呢，一道菜的話，至少最基本的也要有5個人以上。最基本你要有鍋具嘛，要主廚嘛，然後要有調味料嘛，還要有食材，所以至少呢要有5個人以上這樣。一組5個人來搞呢？沒錯。像呢，如果我們的主食呢是蛤蜊的話，主食卡裡面就會有蛤蜊。鹹呢？對，沒錯。有。對，然後另外來講的話，就是如果像廚具當中有需要的話，就是鍋蓋。鍋蓋也有。對，就有鍋蓋。那以及呢，就是配料當中如果需要辛香料的話，那就會有配料的部分可以加入，加化破劑這樣子。對面糊人哋講嘅破劑。對，沒錯。所以等於是主廚呢，他上菜的話，就是每個人手上會有手卡，那就是主廚呢，就是一道一道，然後請大家上來，然後大家一起完成這一道的，就是餐食這樣。你能教有請教嘅人有請歡喜講教到一個遊戲啊，感覺真神奇嘛？對，就是其實很印象很深刻，是因為每個人的呢，就是調理的方式都不同，所以呢，長輩呢也會因為調理的順序，加的順序或是口味呢，會有小小的，就是互動。對，就是因為每個人煮的方式不同嘛，所以我覺得很有趣，是在這過程當中，我們也沒有發想到的，就是可能光是煮一道魚，可能每個人的方式就不同，或是炒一道菜，或者是煮個可能麻婆豆腐好了，每個人順序都不同，那就會有意見不同，所以這是在帶的過程當中，就是激出不同的火花，這樣。天啊，真是像人哋阿婆啦，也係講阿姨啦，今日婆婆媽媽聚在一起的時候，今日講到一風吹。米烘今日要炒的吹，要煮的吹米咧
步骤啦，用的料理可能都无共用，有时节都会熬死呢，会炒红了呢。哪一个要先下，哪一个要先做嘛个？他们都有他们的坚持，可能讲做下的吼，迄个呢阿婆啦、妈妈给的那个主场地，前半摸青菜他呢，然后又关东关西，等一下可能会轻生气。是。按你发可能教一个游戏来讲，会刺激可能个想法嘛。按你建议对你的护理师来讲，一个游戏系咪亲身他本推广到所有老人家都可以来用。嘿，因为它游戏吼，虽然讲乡下来攀走，系比较大型的活动，伊需要靠多人乡下来了安尼。不过我哋有个装备体育卡，有可能无法度去到沙去做发通。身体咁唔方便呢。错，嘿，不过也着上装备。伊嘛有可能需要安尼刺激活动，所以啊，伫创造服务底部啊，有在很多陪伴服务，陪伴的服务，陪伴的一个服务，陪伴的服务啊，其实係照顧服務員，伊都入卡去，照顧我哋嘅老裝備，睇下照顧嘅過程底部，我哋會帶一些遊戲，你去同伊哋聊。哪一類遊戲啊？像我印象最深刻嘅就是講，有一堆公婆，一個阿公阿婆。但是人說誒，子女啊、早晨啊，攏去上班，攏兩位老人家體育卡，兩位老人家體育卡做乜嘅啊？唔看眼啊，看無你看電視，無你衰無，無你衰無，你長期下來啊，其實身體嘅功能都會見來見退化，見來見退化，都安尼，都無想去痛誒。伊子女講安尼唔可以哦，你申請伊啲長期照顧嘅服務，係來希望講來聽數照顧安尼。你照顧嘅過程，就係啲服務員都感覺講，安尼唔可以。伊利用伊嘅陪伴服務嘅過程當中，帶桌遊入去，譬如帶乜嘅啊？帶積木嘅遊戲入去，積木可以用嚟了，係，如係對最大嘅，慢慢嚟見聽見講。嚟見聽見講有乜嘅目的？其實是訓練我哋裝備嘅手指嘅靈活功能度。不嘛冇想到講，我即刻可以做到安尼事情哦。喺踏嘅過程當中，一定會互相加油，會互相打氣。嚟講冇小心，節目放下來嘅。你會拍手，哈哈大笑。其實安尼過程雖然講可能短短的半點鐘、1點鐘的時間，不過也時間其實對我哋裝備來講係幾重要嘅。其實頭先安尼講嘅都有想到啦。平常時我哋睇沙期地方有看到老人家，身體很健康嘅，可以出來行嘅幾幾好啊。以為可能唔係講真嚴重啦，可能個無方便，佢都淺淺嘅坐下睇嘅，坐久嘅，久嘅都會看到個老人家，好像身體嘅狀況就像冇安好誒，如果漸漸嘅退化，我都想到因為會安誒，可能係我哋身體個冇得用，佢都會退化嘛。你老人家嘅病症除了安誒，係咪還有其他嘅病症？我哋有用辦法來可以來預防嘅建議。老人家因為可能年紀嘅關係，有可能一啲生理嘅一啲退化。有可能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其實有條部分攏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哋嘅裝備，冇想我哋停妥。不過其實最大嘅問題都係冇人聽醫療啊。都新冠都嘅問題好大哦。都係冇人聽醫療，一定要睇路卡，按用嘅攏看電視。你長久下來啊，其實落眼裝備嘅問題會見來見到，因為我哋身體冇用，功能都會見來見退化。雖然講一定有一啲慢性嘅疾病，不過增加有社區嘅預防照顧嘅法通，我哋嘛希望有啲個嚴重嘅個失能嘅長輩，天天嚟居家服務，你去嘅，可以教伊運動，體育課嘛可以做一啲基本嘅運動。運動做下來，更加有力咧，身體過好嘅，精神過好嘅。慢慢地嘛，鼓勵伊哋可以行呢啲沙期，向下同其他裝備向下來了。安尼建議，談方嚟係講，就最希望嘅係老人家健康嘅，最起碼可以同一下，也可以批判人嘅老裝備來好好講一下法，唔止照顧別人嘅身體，也照顧別人嘅心，錯冇？錯。我有看到啊，其實像老人家，佢哋身體咁唔方便嘛，也個係老人家用嘅嘛。
唔免呢，也係幫我哋一般的體重來使用的。唔係老人家用的哦。唔免，係，我哋係冇路啊。係，我哋係冇路的狀況之下，我哋個地方個老人家會有乜嘅問題咯。所以啊，紅土入邊都有一啲叫做烹煮體驗的課程。哦，烹煮體驗啊，都等用眼體驗嘛。係，我哋會戴上我哋呢特殊的老花眼鏡。我戴個目鏡，係，因為老人家目珠老嘅啊，會目珠會發發，有啲時間會流目屎。係，跟年輕人如果講，都看唔到東西咯，你當陣都會看唔到啊。係，所以我們都戴上特製的那啲老花眼鏡，可以體驗看唔到都帶係乜嘅情形。係，有啲都係烹煮嘅裝備，有一些鉛塊，因為老人家老嘅時間，手腳都冇方便咧。我從咁慢慢嘅。背抬頭，要行企唔可以來，行路要高慢，要冇辦法上下樓梯，所以如果要體驗看咯。係，我哋嘛嗰度同嗰度大眾業者同我合作，印象最深刻嘅路係公車。係公車嘅時間，有啲時間司機緊急剎車，係老人家冇辦法。路可能會彎道，上下車又夠慢，係本司機一定按你做按你裝備行業一定講，老人家當陣上下樓梯嘅時間係過慢咧，係你可以比較同理，我哋都慢慢嚟俾到上下流，都唔可以有彎道嘅機會。幾好。你此位有人講到彎道嘅發通啊，假使講要去參加一條發通吼，也係講天數。風土要變攀發通啊，天數等，要怎麼樣去跟你們聯繫，知道這些活動的訊息呢？是，那如果想要了解就是弘道的活動跟訊息的話呢，可以上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的官網，以及呢就是我們臉書，那像是我們的活動訊息或是我們的募款訊息，那都會在就是官網上或是在臉書上去做呈現。那另外來講的話，就是也期待呢，就是如果大家就是認同弘道，那也支持弘道的話，那可以上我們的官網，然後去做線上募款。那我們的募款計劃呢，都是在幫獨居弱勢長輩呢做長年度的計劃，以及呢，我們每年在11月到2月呢，就是我們會有個年節之前的服務。那我們幫助獨居弱勢長輩呢好過年，那叫做寒冬助老，刻不容緩。那如果就是各位觀眾如果是想要支持我們的話，那可以上官網，或者是可以撥打就是我們屏東服務處的電話08-789-2331，08-789-2331，歡迎大家可以一起支持。按你談好了嗰度發通幾好嘛，最終咧講自家要同人聯絡，掃描一下去查一下天發，也係自家寫 email 同人聯絡都好嘅嘛，懂冇？是。觀眾朋友，今日呢聽嘅兩位帶來嘅故事，係唔係感覺其實變老也冇按定人講呢？最終係講變老可以老嘅健康，老嘅快樂。再一次感謝兩位帶來按精彩嘅故事同按好高嘅發通哦，多謝你哋。感謝主持人，感謝觀眾朋友。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歡迎大家一起加入助老扶老的行列。按你聽說老人照顧工作之前，先停頓欣賞來做一下運動，照顧自己嘅身體吧。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嘅好好運動嘅時間了，我係永軒，今日教大家係彈力球嘅運動操，將體育卡好可以細人嘅教嘅球嘅，唔是太大粒哦，差唔多好喺手掌可以拿起來，好可以拿起來，因為按照來訓練嘅協調、交換手嘅一個協調性哦，好唔是太大粒。差唔多按呢都可以哦，準備好了嗎？同老師同下來做運動嘅哦。好，更加將兩隻手好來抽樣板嘅用嘅，訓練你嘅數字。更加來訓練嘅末梢循環，好來卡球嘅，讓你去用力讓，老人家可以
从做牙运动好，训练的末梢循环，改善的血液循环哦。一条了有弹性的哦，无会发冲气球，唔可以哦，会崩下咯吼。好，来试看看先，捞眼前呢，前捞。好，来深呼吸，加松骨，挖一个牙，天伦先生慢慢的走，更加来搞弯数，到上面同下面来搞弯，你手指要用力咯，莫球会跌下咯。上面的直接挺空来。下面的直接鼓下来，手打出来哦。再来第二个摇诶。捞高来，球儿变在前面，低后背，加上个鼓下来。训练的协调哦，弯片，要记得要弓箭步哦，手要拿放落哦，要较好哦。过来踢的动作。挺空来，鼓下来，第二个摇诶，捞人拳呢，加上鼓。来，变动作嘅哦，更加来前后，好前面，好第二个胯下、脚带，来捞球诶，像打篮球那样诶，训练嘅循环，好嘅协调。天伦先生慢慢的走，
加来碗片，准备好诶哈，碗片的哦，顾下来捞，再来。慢慢的跪中间，吸气，调气，好，热出热落，第一个动作再开始哦。上面来到下面鼓哦，上面搞弯，下面再搞弯一次，停动拍，慢慢的停。停脚卡不稳的话，你都不是停，好，你做动作就好诶，都不是停脚。可以的话，再来加停腳，停固下來。下來撈，有誒，加松菇。我拿好來哦，冇球一跌下去哦。做片、油片、搞弯数。打籃球，胯下運球，彎片，好，過來，吸氣，熱出，熱落，調氣。今日動作學會冇？學會嘅嗬，記得明日同先生來做運動哦。好好運動，俺能下次能來了。